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眼光，跟他在一起不如跟我呀。你说什么？给我打架！住手！住手！听见没有？石教授，教授，他打我！蒋正涵，你就是个垃圾！我劝你赶紧离开校队吧，别再玷污我们学校的招牌了。打架我不管，让你们辅导员来。哎，可是我刚才听见是谁说让蒋正涵退出校队？嘿嘿，谁能替我做这个主？我把教授的位置让给他。行，就算我有错，但他打我这下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他抹黑了学校，盗窃了公司的机密，现在整个行业都在通缉他，我也是为民除害啊！这位同学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大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你也应该懂得什么叫做谣言止于智者。哎，网络暴力这种东西你也信，还为民除害？你是谁啊？你是鲁智深吗？啊，就是蠢上加蠢，简直堪比人类智商的马里亚纳海沟啊！我看这些学生不好带啊，我倒要看看，今天谁当着我的面打个架，试试看。走。教授，好久不见。你也知道好久不见啊。小师弟，这事儿闹得太大了，看把我们吓的，赶紧放下手中工作，就怕你 hold 不住啊！过来挺你的。弟妹，小郑让你担心了。看到师哥都赶过来，我安心了。哎呀，不过网友的悠悠之口封不住啊。这儿，如果你以后还想干这个工作，必须让 XV 公司出面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我听说 XV 一个高管也牵扯进去了。他是我的直属上司，叫谢平川，因为挺我，所以也离职了。可以啊，这个人太有个性了吧？哎，小蒋，你被开除算是盖棺定论吗？算是吧。那必须把这个定论拨乱反正过来。对，这样，咱们大家伙啊，帮助小蒋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行吗？小钱，从行业出发，搜集资料，我们大家伙认真坐下来研究研究。我就不相信他找不出证据。对，拨乱反正，绝地反击。小师弟，你就放心吧，咱们走。等等，你们都没问我资料是不是我泄露的，你们这么相信我？当然相信你，当然相信你了。这还用问吗？告诉你，我一看这新闻，我知道它是假的。就连陈以川啊，都知道你是被人冤枉的。什么叫连我？告诉你，不管看没看网友的那些评论，好，我都相信蒋正涵啊。行了吧，你俩，郑哥，我们都相信你，是不是？教授，是。小蒋啊，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，有阴影的地方源于有光。我教书这么多年，我自信我的眼光看人没有错，我相信你。谢谢您，教授。谢谢大家。我太了解你了，以你的水平根本不需要窃取代码。那些骂你的文章我也都看了，哎呀，上千人、上万人点赞，我看都是假的，都是水军。什么微信啊、截图啊，那太好作假了，我都会。对啊，都是假的。真相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。那一天不会太晚。